約翰一書5章1至12節。凡信耶穌是基督的，都是從神而生；凡愛生他之神的，也必愛從神生的。我們若愛神，又遵守他的誡命，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。我們遵守神的誡命，這就是愛他了，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。因為凡從神生的，就勝過世界；使我們勝了世界的，就是我們的信心。勝過世界的是誰呢？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？這藉着水和血而來的，就是耶穌基督，不是單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並且有聖靈作見證，因為聖靈就是真理。作見證的原來有三，就是聖靈、水與血，這三樣也都歸於一。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，神的見證更該領受了，因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的。信神兒子的，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；不信神的，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，因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。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，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面。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，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。